榮威 RX5 發動機耐用性分析。榮威 RX5 是上汽集團推出的一款緊湊型 SUV， 自2016年上市以來，憑借時尚的外觀設計、豐富的配置和較高的性價比，獲得了不少消費者的青睞。作為一款城市 SUV，RX5 的發動機是否耐用，是消費者購買時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。本文將從多個角度來分析榮威 RX5 發動機的耐用性，幫助你做出更明智的購車決策。1. 發動機類型和技術背景。榮威 RX5 的發動機配置包括了 1.5T 和 2.0T 渦輪增壓發動機兩種選擇。具體來說， 1.5T 發動機是上汽自主研發的發動機， 2.0T 發動機則是在 1.5T 發動機基礎上進行了升級。兩者均採用了渦輪增壓技術，提供了較為出色的動力輸出。1.5T 發動機，這款發動機提供了169馬力、125千瓦的最大功率，能夠在提供較好動力表現的同時，兼顧燃油經濟性。2.0T 發動機， 2.0T 版本的發動機最大功率可達231馬力、170千瓦，動力性能更為強勁，適合對動力有更高需求的消費者。這兩款發動機在動力表現上都能夠滿足日常駕駛和城市通勤的需求。2. 發動機的耐用性。榮威 RX5 的發動機，特別是 1.5T 版本，經過多年的市場驗證，整體表現出較高的耐用性。以下幾個方面能夠說明其發動機的耐用性。1. 技術成熟。榮威 RX5 所搭載的 1.5T 和 2.0T 發動機雖然採用了渦輪增壓技術，但這些技術在現代汽車中已經相對成熟。榮威也對發動機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調校和優化。此外，榮威 RX5 的發動機設計中使用了較為耐用的材料和結構，能夠有效抵抗長期使用帶來的磨損。2. 日常維護保養。榮威 RX5 的發動機對日常保養的要求並不高，只需定期更換機油、濾清器和進行必要的檢查。只要按照廠家提供的保養手冊按時保養，並使用合適的油品，發動機的使用壽命可以得到較好的保障。3. 消費者反饋。根據用戶的反饋，榮威 RX5 的發動機整體表現穩定，常見的問題並不多見。多數車主表示，車輛的動力輸出平順，行駛過程中的發動機噪音控制得也相對不錯。車輛在正常駕駛情況下，幾乎不會出現大範圍的故障。4. 適應性強。榮威 RX5 的發動機不僅適應城市道路的駕駛需求，還能夠應對一些簡單的越野和高速駕駛情況。無論是低速起步還是高速巡航，發動機的表現都相對平穩，且具有足夠的動力儲備。3. 常見問題和解決方案。儘管榮威 RX5 的發動機整體較為耐用，但仍有一些常見問題需要注意，特別是對渦輪增壓發動機的特殊要求。3. 渦輪增壓發動機的保養。渦輪增壓發動機在高溫和高壓的條件下運行，對機油的質量和更換週期有較高要求。如果機油更換不及時，或使用了劣質機油，可能會導致渦輪增壓器損壞，從而影響發動機的長期耐用性。因此，確保使用高品質的機油，並按時更換機油，是延長發動機壽命的關鍵。4. 冷啟動問題。像大多數渦輪增壓發動機一樣，榮威 RX5 的發動機在寒冷天氣中可能會出現啟動較慢的現象，這是因為渦輪增壓器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達到最佳工作溫度，因此建議車主在啟動後稍作熱車，確保發動機正常運行。4. 發動機保修和售後服務。榮威 RX5 的發動機享受廠家的標準質保，通常為3年或10萬公里，以先到者為準。在質保期內，如果出現發動機的質量問題，消費者可以享受免費的維修或更換服務。與此同時，榮威在全國範圍內設有完善的售後服務網點，維修和保養都比較方便。5. 總結。
總體來說，榮威 RX5 的發動機在動力表現和耐用性方面都具有較好的表現。無論是 1.5T 發動機還是 2.0T 發動機，都經過了充分的技術調校，能夠滿足大多數消費者的需求。只要按照廠商推薦的保養週期進行合理的保養，發動機的使用壽命是能夠得到保障的。然而，作為渦輪增壓發動機 ，RX5 的發動機仍然需要車主特別注意機油的定期更換和質量控制，以避免因保養不當而引發的長期問題。如果你能按照保養手冊中的要求進行維護，榮威 RX5 的發動機是非常耐用的，適合長期使用。